祖大师法宝坛经元宗宝编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目录卷首序赞，各一编。经行由第一，盘惹第二疑问，第三定慧，第四坐禅，第五忏悔，第六机缘，第七顿见，第八宣召，第九附主，第十附录缘起外记，历朝重奉事迹，四大见禅师，非大见禅师，非佛一名拔目录中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序古云笔，修得一传妙道，虚玄不可思议，妄言得指端可悟明。故世尊分坐于多子塔前，拈华于灵山会上，似火于火以心印心，西传四期至菩提达摩，东来此土直至人心见性成佛。有可大师者，首于言下误入，末上三拜得随。受依少祖开阐正宗，三传而至黄梅。会中高僧七拜，为复冲居士。一继传一为六代祖，南顿10余年。一旦已非风动之机，触开印宗正眼。居士由是助发登坛，应拔佛罗玄寂，开东山法门。为使君命海禅者录其语，目之曰法宝坛经。大师始于武阳中至袍西，说法37年。甘甘露未入，圣超凡者莫记其数。悟佛心中行解，相应为大知识者，名载传灯。为南岳清源执事最久，尽得无八鼻。故出马祖时后，机智渊明玄风大阵，乃有临济为养，曹洞云门法眼，诸功巍然而出，道德超群门庭显峻，启迪英灵纳子奋志冲关，一门深入五派同源，历遍垂规模广大，缘起五家纲要尽出坛经。夫坛经者，言简意丰，理明是备，门具足无量妙义，一以妙义发挥诸佛无量妙理，即弥勒楼阁中，即普贤毛孔中，善入者，即同善财于一念间圆满功德，于普贤等与诸佛等。西乎坛经位后，人劫略太多，不见六祖大权之志。得意幻年常见古本，自后便求30余载，尽得通上人寻道全文。遂堪于无中修禅安，与诸圣士同一受用。唯愿开卷举目，直入大圆觉海。续佛祖慧命。至元27年庚寅岁中春日，续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颂明教大师契松传赞者告也。发经而普告也。坛经者，智人之所以宣其心也。智人为六祖天内同，合心邪？佛所传之妙心也。大哉心乎！姿使变化，而清净常若。凡然圣然悠然显然，无所处而不自得之。圣言乎明，凡言乎昧。昧也者变也，明也者复也。变复虽殊而妙心一也。使释迦闻佛，以是而传之大归士。大归士相传之33世者传诸大见。六祖号大见禅师，大见传之而易传也。说之者意多端，故有名同而实异者也。故有意多而心一者也。曰血肉心者，曰圆律心者，曰集体心者，
曰坚持心者，若心所知心亦多也，是所谓明通而实义者也。曰真如心者，曰生灭心者，曰烦恼心者，曰菩提心者，诸修多罗其类此者，殆不可胜数，是所谓义多而心一者也。亦有觉亦有不觉意，心有真心有妄心，皆所以别其正心也。方谈经意之觉意，心之实心也。昔者圣人之将淫也，乃命乎归世，郊外以传法之要义，其人至机而忘返，